兩位大哥，你喺邊度翻嚟嘅呢？哦，我哋喺馬來西亞吉隆坡過嚟啊。啊，你又係一樣吉隆坡，喺吉隆坡幾多年啦？我喺吉隆坡出世嘅，咁我第二代嘅，我父母親都係響番禺過去吉隆坡嘅，南洋揾食。你嘅粵語講得咁好嘅？我哋傳承幾好噶，吉隆坡嘅中華文化傳承，我睇係響東南亞都係第一名嘅。咁你喺吉隆坡幾多年呢？我哋係第三代啊。我阿爺清末嘅時候過去嘅。喺邊度過去啊？喺上番禺，而家叫做白雲區。白雲區啊，清末過去，三代咯喎。三代。所以家族一直都係講粵語嘅。係，我哋好執着㗎。返屋企一定係講粵語。哇！而家馬來西亞講粵語嘅人大概有幾多㗎？冇正式統計，但係過去咧就係華人當中應該係有40%嘅。40%啊，但係有一段時期因為流行香港呢個電視劇啦，所以你其他籍貫啊，冚唪唥都講晒粵語嘅，即係之前講嘅廣東話啦，啊，即係客家人啊、潮汕人、海南人啊、北方人都識講。尤其有幾個地方啦，吉隆坡啊、怡保啊，都係比較集中。咁如果話平時過年過節啊，會唔會有乜嘢同廣府文化相關嘅咩食乜嘢啊，或者做咩活動嘅？全部跟晒嘅，我哋好似中秋啊、端午節啊，全部都跟到好足噶啦。咁會唔會派利是㗎過年？有。一般係派幾錢一封嘅？而家10蚊啊要。10蚊，咁呢個跟足廣東人。係啊，10蚊啊！你冇10蚊，啲細路都唔要，嗱俾翻你㗎啦。